歡迎收睇一節天氣報告。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，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，你應該要注意大風帶來嘅危險。現時氣溫28度，相對濕度77%，預測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。今晚及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，氣溫介乎26至29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，初時離岸及高地吹強風。展望星期四、五天氣仍然不穩定，周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有幾陣驟雨，天氣漸轉酷熱。受活躍西南氣流影響，未來兩三日廣東沿岸天氣不穩定，有驟雨及雷暴。隨住高空反氣旋逐漸覆蓋中國東南部，周末至下周初華南沿岸天色較為明朗，但仍有驟雨。今次嘅天氣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